主席，香港人口勞動力不足已經係一個眾所周知嘅事實，不同行業、不同職位都面臨嚴重勞動人口嘅短缺。為咗解決勞工方，商界不斷呼籲係增加輸入外勞，但係勞工界亦都擔心增加咗外勞係會嚴重影響本地勞工嘅生計，亦都可能係帶嚟唔少人事同埋管理嘅問題。其實香港雖然出現勞動力短缺，但事實上本地仍有相當數量嘅勞動力咧係未完全咧係參與就業，其中包括婦女勞動力啦、殘疾人士同埋退休人士嘅勞動力。今日我想多講幾句關於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嘅就業情況。根據政府嘅統計，2021年喺60至64歲年齡組別嘅勞動人口咧，參與率係48.8%，唔夠一半。整體嚟講咧，香港65歲或以上長者勞動力人口有21萬，勞動人口參與率咧大概14.6%，係較10年前6.2咧係增加咗1倍。但係如果同其他鄰近國家相比，香港嘅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仍然係偏低。例如韓國2021年65歲以上嘅長者嘅勞動人口參與率咧係高達37.5%。日本喺2022年咧大概有1/4嘅65歲以上嘅人士咧係就業嘅。新加坡喺2022年咧6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咧係達到31%，呢啲地方都遠高我哋香港嘅。再睇下我哋嘅收入水平，60歲至65歲勞動人口每月主要嘅職業收入嘅中位數咧係有11,100蚊，僅係全港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18,000蚊嘅61.7%。可見僱主喺聘用長者方面咧，只係願意付出一啲較低嘅薪酬。不過對於好多長者嚟講咧，佢哋退休之後都希望咧可以繼續工作，既可以保持收入啦，亦都可以發揮自己所長。期康會做嘅調查顯示咧，長者最重視工作係靈活性啦，能否發揮所長，同埋工作期間能否得到尊重。如果符合呢啲條件咧，相信可以大大咧提高長者嘅就業嘅意欲。本人建議香港可以進一步借鏡其他地區嘅經驗，從3方面着手。首先，加大政策力度，效法北歐地區，訂立法例禁止年齡嘅歧視，並考慮延遲退休年齡，為長者就業提供更好嘅法律嘅保障。其次，完善長者就業制度，學習日本同埋新加坡經驗，強制同埋鼓勵僱主喺員工到退休年齡之時可按雙方規定嘅條款重新聘用佢哋，讓有經驗嘅員工繼續為企業服務，對於舒緩人手短缺有重大嘅幫助。第三，加強對長者就業支援嘅技術培訓，政府可以效法日本同埋新加坡，為聘用長者嘅僱主提供更多嘅誘因，協助長者就業。主席，至於殘疾人士就業情況，同樣係需要大家關注。2020年從事經濟活動嘅殘疾人士只有17.6%，而失業率係達11%，遠高全港整體嘅失業率係5%嘅。喺殘疾人士每月收入方中位數亦都係得1萬蚊，亦都係同相對於全港人入息嘅中位數18,000蚊只有56%啫。現時推動殘疾人士就業嘅政策明顯不足。第一，缺乏強制性嘅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只係靠政府去鼓勵，成效係有限嘅。第二，培訓課程未能夠配合市場嘅需要，難以提升殘疾人士嘅就業嘅競爭力。第三，企業對聘用殘疾人士存有顧慮。第四，殘疾人士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影響就業機會。第五，社會仍然存在殘疾人士就業嘅歧視問題。主席，一直以嚟好多團體都建議政府係推行強制嘅就業配額制度。現時政府係聘用殘疾人士係只有1.7%，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以身作則，聘請更多殘疾人士去到3%，從而鼓勵更具實力嘅公營機構同埋企業係增加殘疾人士嘅聘用。聘用長者同埋殘疾人士係需要整個社會嘅推動，希望政府能夠推動更加有效措施，而僱主採用更彈性嘅工作時間令到更多人可以殘疾人士同埋長者就業，更多人受惠。多謝主席。